呢度係只講真話嘅頻道，講人灣居。Hello，大家好，阿輝。其實一路以嚟咧，我哋知道有唔少嘅香港朋友咧，都有一個疑惑，就係依家成個珠海樓市嘅成交咧，其實真係唔算出眾嘅。但係偏偏咧，正方南灣首府呢個盤，從2023年嘅年底開盤到依家咧，一路都受到市場嘅高度關注，並且係經常咧登頂珠海市區嘅銷冠寶座。更加矛盾嘅一點係喺網上咧，經常有人吐槽呢個盤，傳出過唔少嘅爭議同埋負面嘅聲音。但係越係咁樣咧，就越多精明嘅港澳買家以及本地嘅改善客為之埋單。咁今日咧，我亦都唔會例外，我唔會吹神盤，亦都唔會踩黑盤，完全用中立接地氣嘅視角咧，同大家簡單咁拆解清楚正方南灣首府最真實嘅面貌。話你知佢憑乜嘢可以長期熱銷，又到底有啲乜嘢隱藏嘅伏位，到底值唔值得我哋普通嘅買家去入手？首先，大家要明白啦，呢個盤咧，佢之所以能夠持續咁領跑成個珠海市區咧，絕對唔係靠營銷，而係佢手上咧有幾套真正嘅稀缺，並且喺市面上亦都好難替代嘅硬實力。首先最核心嘅就係佢穩陣嘅珠海國企背景。正方作為香洲區屬嘅國企咧，佢嘅實力喺珠海係僅次於華發嘅。大家熟悉嘅城市陽台、海天公園、香山湖公園呢啲網紅打卡點，仲有情侶路、沙灘，甚至乎所有嘅山體棧道咧，全部都係正方打造出嚟嘅。佢專門做城市地標同埋市政配套，佢嘅開發作風咧好穩重，導演能力咧亦都好穩定。所以買呢個盤咧，佢最大嘅底氣就係幾乎冇爛尾嘅風險，無論係交付標準同埋屋苑嘅品質以及後期嘅配套咧，都非常之有保障。而且佢坐擁珠海非常重要嘅12年一站式嘅省一級教育資源。社區自帶省一級嘅幼稚園，步行咧就可以去到香洲一小嘅南屏校區同埋文源中學嘅南屏校區。對於本地嘅剛需家長嚟講咧，佢最值錢嘅從來都唔係裝修同埋景觀，而係教育嘅確定性。從幼稚園讀到中學一路順暢，佢最起碼唔需要焦慮點樣去揀學校，亦都唔需要長途接送。佢嘅教育保值能力咧非常之紮實。除此之外咧，佢喺居住層面嘅優勢亦都好突出。成個屋苑咧係坐北朝南、背路朝山嘅黃金佈局，佢完全係將噪音同埋道路嘅車流咧，全部擋咗喺佢嘅背面，所以佢嘅主陽台同埋客廳以及主人房咧，全部都可以面向原生態嘅山水。佢嘅南向咧係永久無遮擋嘅。大家都應該知道啦，珠海係屬於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所以呢度嘅特點咧係全年濕潤同埋濕度偏高，以及長夏短冬嘅。呢度嘅春季咧有回南天，夏季咧有颱風有降雨，所以佢就將成個社區咁樣去佈局。佢南向對住山對住湖咧，就可以順住東南季風嘅走向，室內嘅通風效果咧自然就會更加好，可以加速散咗室內嘅濕氣，減輕回南天反潮嘅情況。並且佢嘅陽台咧可以做到全部朝南，加埋永無遮擋嘅山景，所以日照嘅時間咧就好充足。並且室內嘅牆面同埋傢俬咧都唔會咁容易發毛。另外咧，因為佢南向係開闊嘅山水，冇高樓嘅遮擋，咁樣就可以避開北面冬天嘅冷風，夏天咧又有涼風去貫穿成間屋，所以屋企就唔會出現又焗又熱嘅情況。呢一點亦都係我經常同大家講，正方南灣首府適合退休養老嘅原因之一。而喺社區嘅美觀性同埋便利性層面咧，佢打造咗一個80米嘅中式霸氣大門，仲有高規格嘅嶺南風格園林。嶺南園林嘅精髓咧，唔係一味咁去求大，佢講究嘅係小中見大。佢非常善用佢嘅水景同埋奇石以及本土嘅花木，去佈局一種通透務實，借山水做意境嘅綠化，真係可以話係一步一景嘅。除此之外咧，佢仲有3800平方嘅下沉式會所，同埋5000平方嘅鄰里中心，裏面包含咗恆溫泳池、健身房、瑜伽室、書屋等等，真係入則安靜雅致，出則便利成熟嘅居住嘅檔次，可以話係南灣片區嘅頂流水平。講到南灣片區咧，無論係華發天璽，抑或是綠景璽月灣呢幾個盤都比唔到嘅，就係佢二期全新升級嘅產品力。依家主推嘅二期9座咧，喺成個1、2期裏邊樓層最低、密度最細、私密性最好嘅一座。因為佢明明可以做到33層，但係佢只做咗23層，所以佢嘅舒適度咧可以大幅咁提升，就好似佢141個方嘅4房咁啦。雖然佢建面細，但係佢嘅套內空間咧超大，喺視覺上面咧，佢甚至乎比一期嘅185個方仲要大。因為一期嘅185個方咧，都只係做咗6米嘅客廳，但係二期9座嘅141個方咧，可以做到7米半嘅大橫廳，仲送咗個12平方嘅入戶花園。並且佢嘅格局、採光同埋私密性咧，都做咗個全面嘅優化。另外咧，佢嘅價錢已經從之前嘅3萬幾均價咧，調整到依家28500。放喺成個珠海市區嘅改善盤裏邊嚟講咧，無論係性價比，抑或是實用性咧，佢都極具競爭力。仲有一點值得分享嘅係咩咧？係關於門口呢條掉頭路，預計會喺下個月咧，亦即係9月份就可以通車嘅。所以我哋就唔再需要往西面行多幾分鐘嘅車程，再掉頭翻嚟。無論我哋係從南灣首府出發，抑或是喺港珠澳大橋落翻嚟，真係講緊幾分鐘到10分鐘左右嘅車程咧，就可以上到港珠澳大橋。
或者係從港珠澳大橋翻到嚟南灣首府，並且屋苑門口咧亦都有港澳直通巴士。所以喺通勤層面嚟講咧，佢係極度便利嘅。當然啦，任何樓盤都冇可能係完美嘅，我哋可以俾佢嘅優勢吸引過嚟，但喺入手之前咧，我哋同樣需要清晰咁知道佢嘅不利因素是否喺自己能夠接受嘅範圍。所以咧，我以下要講嘅嘢，大家一定要心知肚明。首先咧，佢除咗一期嘅部分現樓尾火之外咧，目前主推嘅係二期嘅6座同埋9座。咁呢兩個座數會有啲乜嘢不利因素咧？首先係6座，6座嘅位置咧喺成個盤裏邊係會偏西嘅，佢會更加靠近社區西面嘅出入口，同時挨住珠海車流最大嘅珠海大道，所以西向嘅單位咧會有西曬嘅問題。而中低層嘅視野咧又會受到隔離高層少量嘅遮擋。佢同9座都一樣，都係2027年嘅10月交樓。而9座咧，佢雖然遠離咗珠海大道，冇噪音嘅干擾，但係東面隔一條路咧就係和風御庭嘅住宅，所以東向嘅單位咧會有少少樓望樓嘅視線遮擋。但係呢個問題咧真係唔大。而佢嘅南向咧係靠山望山嘅，所以部分低層嘅山景視野咧會比較有限。而關於2027年嘅10月先至交樓呢個問題又點樣講呢？雖然佢係國企同埋依家有政府去兜底保交樓嘅政策，絕對唔會出現爛尾嘅情況，但係仲有成14個月嘅交樓週期，的確咧係會佔用大量嘅資金，要承擔14個月嘅等待成本。如果你係急住入住嘅買家咧，呢個問題需要睇自己嘅個人情況嚟權衡。但係講句心底話咧，我覺得2期咧係值得等待嘅。點解呢？因為你可以參照1期嘅交樓口碑，1期咧就可以作為正方嘅實景答卷，業主到訪嘅收樓率咧破天荒咁做到100%，無論係園林、會所、建築用料同埋精裝細節嘅兌現度咧都極高，業主整體嘅滿意度咧亦都好高。佢驗證咗正方穩定嘅品控能力同埋兌現能力。而佢嘅2期咧，佢並唔係話簡單咁去複刻1期，而係喺新規之下嘅升級產品。佢唔單止戶型嘅實用率同埋私密性都做咗個全面嘅優化，就連開發團隊咧，亦都吸收咗1期嘅交付經驗，喺戶型格局同埋細節上面咧，去進一步咁去打磨。簡單啲嚟講咧，1期就已經證明咗正方呢個國企，佢唔會輕易咁去降標減配。2期咧就喺成熟嘅交付經驗之上產出嘅迭代版本。只要你可以接受期樓嘅時間成本咧，咁佢就係一個更加值得去等嘅改善產品。好啦，咁佢喺日常配套嘅層面嚟講，佢有冇存在嘅短板呢？大家可能唔係咁清楚咧。所謂嘅鄰里中心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其實鄰里中心咧就係社區嘅便民商場，只要係做簡單嘅買餸、士多店、普通餐飲、藥房呢啲日常嘅剛需生意，佢係以民生嘅基礎配套為主嘅，所以佢唔會有高端嘅消費場景。如果你想要精緻嘅聚餐、潮流、購物或者係親子培訓、社交消費呢啲場景咧，咁你就要揸車去對面嘅華發商都。所以呢度嘅高階生活體驗同埋商業嘅豐富程度咧係冇咁高嘅。但係呢個問題咧，亦都係好睇人。我見過好多人咧買餸一定要去菜肉市場，但係我自己咧係接受唔到菜肉市場嗰種雜亂同埋佢嗰種特殊嘅市井生聲氣嘅。加埋我自己咧本身係好少出街買嘢，因為我習慣咗叫美團、叫跑腿，你需要嘅佢乜都有，所以我覺得唔出街咧會更加方便，更加慳時間。最後就係片區嘅城市界面咧，會有一定嘅割裂感。俾大家睇個鏡頭咧，大家可以好清晰咁見到咧，佢嘅東面係成熟嘅商圈同埋高端嘅住宅，而南面咧係黑白面將軍山同埋水富景。但係與此同時咧，佢嘅北面仲夾帶住舊村同埋舊廠房，以及一部分待改造嘅地塊。呢種新舊建築嘅交錯咧，會令到整體嘅城市界面咧唔夠統一純粹。我之前遇到過2個客咧，我帶佢哋過嚟現場睇樓咧，佢哋係比較介意呢個問題，但係大部分咧都唔會介意，所以呢個問題咧，亦都係要睇人。我從來都唔會認為正方南灣首府呢個盤係完美，但係佢的而且確咧係目前珠海市區裏邊極度稀缺，可以同時集齊晒國企嘅穩陣背書、優秀嘅公立學區、超高嘅實用率、永久嘅南向山水景觀、高品質嘅園林會所嘅全能改善盤。佢係適合追求舒適同埋安穩置業，並且重視小朋友嘅教育，仲有資產嘅保值能力以及高實用居住空間家庭。但係如果你追求極度繁華嘅配套同埋純粹高端嘅城市界面咧，呢個盤就真係未必適合你。如果講到呢度，你仲係認為有必要嘅話咧，咁我哋依家睇下佢嘅示範單位。係啦，咁其實依家咧，我哋喺所處嘅係佢9座嘅3樓實體示範單位裏邊啦。2期9座裏邊，正如我哋啱先所講咧，其實9座咧係成個1、2期裏邊，佢哋呢個人均居住密度係最低。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其實佢可以做到33層，但係佢只做咗23層，所以佢其實人均居住密度係比較低嘅，同埋佢等 lift 嘅時間咧都會比較短。佢2梯4房，我哋拍呢個141個方嘅4房。其實141個方呢個4房咧，係我哋之前亦都有拍過，但係我點解我哋堅持第2次再翻嚟拍咧？除咗啱先我哋提到佢呢個樓價咧有調過之外，即係從以前嘅
3萬二嘅均價調整到依家28,500起啦。除此之外嘅話咧，另外一個原因最重要嘅，我覺得就係成個澳型裏邊咧，佢係成個1、2期裏邊最靚嘅。點解咧？我哋可以見到啦，佢係一個大面寬小進深嘅全面格局嚟嘅。佢一個南向嘅淨開間嘅話咧，可以做到14.9米，所以其實佢喺嗰個通風採光面咧係好足嘅。跟住我哋睇翻佢呢個膠標先，佢一個 Yellow 嘅呢個指紋密碼鎖咧，同埋呢個豬類嘅指模門都已經係膠標嚟嘅。我入翻嚟就係一個完全贈送俾我哋嘅一個3米3開間嘅入戶花園。佢完全係贈送俾我哋嘅12個方，即係呢12個方係完全唔計入呢個產權面積嘅。跟住咧，其實呢個12個方咧，我哋可以將室內所有帶翻嚟嘅鞋啦、雜物啦，同埋我哋小朋友嘅單車啦，可以完全咁樣同我哋室內咁樣隔離開。尤其是經歷過後疫情時代咧，有個入戶花園嘅話咧，我覺得係好有必要嘅。然之後我哋入翻嚟成個室內先，喺成個積裏邊，可能大家最中意嘅就係佢呢個7米半呢個大橫廳，即係好多戶型裏邊咧，佢會將呢一間書房嘅位置，即係好多戶型裏邊咧，佢會將呢個位置做成書房噶嘛，然之後將呢邊全部剝咗去增加佢呢個視覺空間。但係咧，實際上佢呢個戶型交俾我哋嘅情況之下咧，就係一個7米半嘅大橫廳。佢呢度係冇呢個牆身嘅，交俾我哋就係完全一個7米半嘅大橫廳。然之後咧，佢為咗增加我哋呢個空間嘅視覺感啦，佢會將呢面牆剝咗，推咗出去，然之後做翻個風窗去呼應翻出邊鬱鬱葱葱嘅黑白面將軍山景。其實好老實咁講句，之前咧佢啱啱開盤嘅時候，我哋有用無人機飛過，去到佢23層嘅頂樓咧，你都依然係睇唔到佢呢個水庫景嘅，你只能夠望翻山景，即係去到23樓嘅頂樓，你都係睇唔到呢個水庫景嘅。所以其實呢個9座裏邊咧，大家揀翻個中間樓層，亦即係我早幾日計翻俾個客嘅價錢咧，係去到29,000左右嘅啫，即係成個積裏邊，佢呢個141個方，你計落嚟咧係410萬樓下左右咧，都可以攞得到。跟住我哋睇翻佢呢個第一間房，即係佢每一間房咧，佢個空間可以兼顧到好均勻。哪怕係呢間房兒童房咧，佢係朝北面嘅，望翻出邊嘅園林，呼應翻出邊嘅園林。佢係朝北面，佢係利用咗個窗台嘅位置咧，去做咗個床櫃一體嘅榻榻米。佢本身就已經係有個3米嘅開間，每一間房咧都唔會話特別細。即係佢3間房裏邊，除咗主人房，佢3間房裏邊都係3米同埋一個3米1呢個開間。咁廚房嘅話咧，佢都會有一個做咗個升級，除咗呢個島台呢個大腰型之外咧，我哋可以見得到嘅就係嗱，佢有個烤箱、焗爐，同埋咧佢做咗個史密斯嘅淨水器、大單眼槽，呢啲全部都係膠標嚟嘅。甚至乎我哋可以見到啦，廚房嘅亮把都已經係膠標。跟住行翻出嚟呢度咧，佢仲有一個摺疊門。咁你打開佢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令到成個棟居空間，即係飯廳啦、廚房啦、客廳啦，會令到成個棟區更加連貫。如果你關翻埋嘅話咧，又可以完美咁樣隔離翻油煙。即係佢人居細節嘅話咧，係相對於1期嚟講會考慮得更加到位啦。咁飯廳嘅位置佢都有2.9米，即係個淨開間係有2.9米嘅。所以其實我哋放翻個1米嘅餐台喺呢個位置嘅情況之下，我哋坐低咧，我哋係唔會容易踩到對方嘅腳嘅。即係佢冇一個位置，冇任何一個空間需要將就。咁我哋嘅北面嘅生活陽台同樣啦，佢嘅尺度同我哋嘅飯廳嘅位置係一樣嘅，都係2.9米呢個開間。望翻出嚟咧，佢到時都係會望翻佢2期嘅中軸園林。咁隔離咧就係呢個和風雨亭。其實喺北面嚟講，佢就冇咩景觀嘅，主要係南面嘅山景位置係完全係冇晒遮擋嘅。咁跟住入嚟，我哋睇翻佢呢個靜區開間。首先靜區嚟講嘅話咧，佢呢個洗手間係做咗個完全3分離嘅設計，即係洗手台盤啦、馬桶區啦，同埋佢裡面嘅呢個淋浴區嘅話咧，係完全分開咗嘅。佢嘅膠標其實都唔低，佢全部採用咗嘅係呢個金屬材質嘅呢個鏡櫃啦，同埋呢個維寶嘅台客盤啦，以及呢個五金件，全部都係呢一線品牌、國際一線品牌。咁馬桶嘅話，淋浴區嘅話，其實空間相對嚟講就冇咁闊落，即係如果我咁嘅體積去使用嘅話咧，就係啱啱好嘅。如果係體積再大翻少少嘅話，可能喺呢個區域嚟講，相對嚟講會比較逼仄少少。咁上面嘅話，亦都去做咗個梁把去幫我哋作為呢個膠標。咁第二間房，呢間南向呢間房去呼應翻山景呢間房咧，係一個3米1呢個尺度。南灣首富佢做得比較好係咩咧？佢區別其他嘅發展商嘅話咧，佢唔會為咗營造呢個空間嘅開闊感去做一啲訂製嘅床身，即係呢張床佢本身1.5米就係1.5米。而佢有啲發展商嘅話，佢為咗營造呢個空間嘅開闊感咧，佢會去做一啲訂製嘅，譬如話1.3米、1.2米嘅床身擺喺度，去營造呢種空間嘅開闊感。但係佢擺咗1.5米嘅床身，我哋可以見得到咧，你打翻個常規 size 嘅衣櫃，兩邊嘅床頭櫃，三邊嘅落床位，佢都可以兼顧得到，係咪？跟住落嚟嘅話咧，係第3間房，呢間房北向，
啱先呢間房，第二間房係3米1呢個開間，呢間房北向呢間房咧係一個3米開間，所以其實3間房佢嘅空間咧係兼顧得好均勻嘅。嗱，呢間房係朝北向望翻中族園林，然之後主人房嘅話會更加闊落咧，佢係一個4米3嘅大尺度，即係佢呢兩面牆之間係一個4米3，因為點解咧？其實喺兩面牆之間佢已經兼顧到4米3嘅，咁佢本身呢個飄窗台係完全唔計面積噶嘛，佢哋將呢面牆推咗出去嘅情況之下，佢甚至乎佢嘅開間面俾我哋感受到嘅尺度咧係去到成6米嘅，因為佢呢個飄窗台都係唔計面積噶嘛。從我哋呢個位置，呢個位置一直延伸到裡面嘅星盤，甚至乎裡面嘅淋浴區呢個飄窗台都完全係唔計面積嘅，所以佢淨係呢個主人房嘅贈送空間嘅話，已經超過10個方㗎啦。我哋見到咧淋浴區啦、星盤啦，完全係可以分開嚟設計，而且佢裏面嘅空間係足夠大，我哋可以獨立俾翻個鏡頭。淨係佢呢個洗手間嘅空間嘅話咧，都已經係超過6個方㗎啦嚇。咁呢個面積嘅話，如果喺成個市區嚟講，我覺得411萬嘅話，你對比南灣其他板塊，又或者喺市區其他板塊嘅，我覺得28900，你真係可以兼顧到呢個山景，兼顧到一定嘅便利性同埋呢個通勤我哋往返港澳嘅情況之下嘅話，我覺得可以過嚟現場呢邊對比下先啦。係啦，咁而家我哋拍嘅2期6座嘅話咧，其實都係異地嘅示範單位。我哋睇到啦，佢會有一個76個方嘅3房2廳1衛，以及一個85個方嘅3房2廳2衛。呢兩個則裏面嘅話咧，都係傳統嘅樹廳，大家最中意、最受歡迎嘅都係呢個99個方嘅4房2廳2衛，亦都係成個盤裏邊賣得最快嘅呢個則99個方嘅缸改戶型。佢係第3代產品，舊規產品嚟嘅。佢做得比較好係咩咧？一入嚟咧就係一個方便我哋長者坐喺度換鞋出入嘅地方，即係呢個飄窗台係一個人居細緻嘅嘢嚟嘅。大家吐槽得比較多嘅係咩咧？南灣首府裏邊2期，無論係1期或者2期咧，呢個99個方吐槽得最多嘅就係一入嚟做咗個洗手間。其實呢個洗手間咧係雙面性嘅，即係其實你喺門口做咗個洗手間咧，佢係好人居細緻嘅問題。即係如果你屋企有客人過嚟嘅話，我唔需要貫穿到裏面嘅正區，我就可以喺出邊用呢個洗手間，佢唔會影響到屋企嘅私密性，係嘛？呢個係人居細緻嘅嘢。如果你一入嚟有個洗手間，你會介意呢啲問題嘅話咧，可以睇翻其實85個方呢個則。咁其實嗱入翻嚟嘅話咧，佢會做得比較好係咩咧？佢係將成個廚房啦、飯廳啦，同埋呢個書房咧，以及呢個客廳做咗一個LDKG 一體化設計。佢原本呢一面咧係一個非承重牆，佢將呢一面嘅非承重牆剝咗之後咧，就可以將成個客廳同埋廚房而家飯廳做咗個全開放嘅一體式嘅開放空間，可以增加咗佢呢個視覺空間嘅同時咧，又可以增加咗屋企人嘅互動性。點解咧？因為我平時屋企女主人喺度烹飪嘅過程當中嘅話咧，我可以兼顧到喺客廳或者喺書房或者喺呢度用餐嘅屋企人或者係朋友。咁如果你關翻埋呢扇折疊窗嘅情況之下咧，佢同啱先我哋拍嘅141個方咧，同樣都你打開咧就可以令到成個動居空間更加連貫。你關翻埋嘅情況之下咧，又可以完美咁樣隔離翻油煙，係嘛？你一打開，你會感覺到咧，其實佢成個動居空間咧係好開闊嘅，即係我可以同時兼顧到呢個書房、呢個客廳同埋呢個飯廳。咁其實飯廳空間嘅話咧，佢有2.9米嘅空間，2.9米嘅空間嘅話咧，佢同樣同啱先我哋睇嘅141呢個則係一樣2.9米嘅空間。所以我哋擺翻個1米直徑嘅方台，佢係唔會影響過渡動線嘅。咁出翻嚟，佢同樣都係一個2.9米嘅空間。呢個2.9米嘅空間6座嘅話咧，其實喺實體樓裏邊，呢個則嘅生活陽台肯定係對住呢個珠海大道嘅，佢會有呢個車流噪音。其實如果做翻個趟門，再封埋窗嘅話咧，大家就會完全聽唔到。甚至乎你做翻個3層嘅隔音玻璃嘅話咧，你都聽唔到車流噪音㗎啦嚇。到時如果佢交標嘅話咧，呢度係冇封窗嘅，呢度係一個常規嘅陽台。然之後呢邊係一間書房，呢間書房嘅話咧係一間2.4米嘅空間。咁如果你剝埋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同呢邊嘅客廳呢面牆做到一個6米嘅大橫廳。然之後從呢個客廳移步翻出嚟咧，呢邊係你可以揀翻西南向或者係東南向。呢邊係一個3.4米嘅空間。喺高樓層嘅情況之下咧，你都可以望翻呢邊嘅山景。即係高樓層，你甚至乎仲可以睇到少少嘅水庫景。跟住我哋入翻嚟呢邊，呢間房嘅話咧係一個2.2米嘅空間。佢淨開間係2.2米，即係扣咗牆體，我哋量嘅情況之下咧，扣咗牆體係一個2.2米嘅空間。佢同樣咧係利用咗個牆體嘅位置做咗個床櫃一體嘅榻榻米。如果係退休嘅長者嘅情況之下，你甚至乎將呢面牆剝埋佢，做翻個全開放都得。即係你可以剝呢間房或者剝呢間房都得。即係如果用唔到咁多間房嘅情況之下，呢間房就會比較細啲。
佢同樣都係呢個尺度。我啱先唔好意思記錯咗，呢間係2.4米，呢間先係2.2米。呢間房2.2米嘅話咧，佢係朝北向嘅，呢邊係朝南向，佢係一個4開間朝南嘅佈局。跟住主人房嘅話會舒服啲啦。佢首先咧，佢會一個入嚟咧係佈置咗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其實喺99個方佢做咗4房嘅情況之下咧，佢完全係冇壓縮到呢間洗手間嘅呢個空間嘅。佢有兩面飄窗台，即係呢度一個飄窗台。裏邊仲有一個飄窗台，即係如果係長者嘅情況之下，你企住沖涼覺得辛苦嘅情況之下，你可以坐住喺度沖涼，就會比較考慮到老人家嘅呢個即係腿腳唔方便嘅情況。咁佢同樣咧都係呢個金屬側面嘅鏡櫃。主人房嘅話咧，嗱其實呢度係一個位置做呢個衣帽間嘅。實際上呢個唔係膠標啦，但係佢可以利用個牆體嘅位置做翻個收納櫃喺度 L 字形。即係如果你唔做呢個 L 字形嘅情況之下，呢邊仲有一扇曝光窗。可以望翻出邊呢個景觀。咁呢間主人房嘅話咧，佢呢個休息區係一個正開間2.9米嘅尺度，佢可以兼顧到 L 型嘅呢個落床位，同埋呼應翻高層嘅話咧，可以睇翻山景。咁其實正方南灣首府嘅話咧，我覺得佢主打嘅唔係呢個商業嘅繁華度，係呢個居住嘅舒適度。即係如果你唔介意佢係騎樓，即係唔介意佢呢個商業繁華度冇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南灣首府係真係值得過嚟對比下嘅。如果大家需要更加詳細呢個測評報告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直接聯繫我，我將更加詳細嘅測評報告即刻 send 俾你。我係輝，我哋下期再見啦。